做这个抽水站是要到沿航的抽水站，抽沿航的水，还有那个东桥过来那边，现在正南山路那边做的那个盘箱是从东桥然后流到这边来，所以现在我们沿航还今年还是那几条街还是淹水，所以看做这个抽水站会不会改善？做这个抽水站呢，最大的就是我们沿航里的排水问题啦。这里的是比较低洼地区，所以我们要设置抽水站来抽水。之前已经有永康抽水站，还有永康东抽水站，这样子的抽水能力呢，对低洼地区是有不足了，所以市长就跟国土署来争取经费，争取了3.94亿元来办理这个应对抽水站。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效的改善整个沿航地区还有那个正南山路下来一个低洼地区的一个积淹水。市长在跟区局长的合作之下，持续的跟中央来争取经费上的补助，后续还有相当多的治水预算会拨给台南市政府来完善整个台南市政府的一个治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启动！台南市永康区盐州抽水站竣工启用。这个盐州抽水站，事实上，是每秒钟可以抽26.5 CMS， 也就是每秒钟抽26.5吨，非常大的一个抽水量。那应该可以保护面积有达到76公顷。这么大的面积，我相信对于永康地区民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会有最大的一个安全的保障。但是人为的力量毕竟有限，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希望面对极端气候，我们尽量做可以让那个沟渠不要阻塞的，这些是民众可以做的就能够拜托我们民众来配合。抽水机量能再大，但是如果抽水管线不通，或者是沟渠阻塞的话，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还会全力的把该清的沟渠、该做的这个水利设施能够把它做好，希望能够让台南市不要再受到水患的这个侵袭。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10月2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台南市议会定期会，议员吴友环伫市政总质询，关心高铁台南特定区未来各种产业、研发甲医疗持续进驻以后，相对的人口增加，停车的需求就愈来愈悬，要求市府爱提前做好立体停车场的规划。议员嘛建议用摩天轮式的自动化停车系统，市长也表示认同省时省工的停车模式，将会进一步评估可行性。议员吴友环21号总质询锁定高铁台南特定区的发展来建言，特别针对300多公顷的面积，不过公共停车空间才只有724位，依照平均每一档停车增加1万台以上的需求来看。欢乐各种产业研发单位进驻以及沙轮医疗专区设立以后，一定会面临停车困境，所以要求市府重新审查当地都市计划，用立体化停车来解决问题。同时，具体建议设立摩天轮式的自动化停车系统。它的效率远高于传统的人力管理，能有效节省时间跟人力成本。我们台南市是否应该也要借鉴这样的经验考虑引入摩天轮式立体停车场的自动化管理的这个系统。除了这个摩天轮停车场之外，这个系统我们也必须要引入来解决我们当前的停车的难题呢。这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停车位的有效的利用效率啦，也可以有助于改善城市的这个交通秩序跟管理水平。立体停车塔有类似的概念，只是他们那个是密闭式这个是开放式。我觉得其实值得我们借鉴，我也愿意去寻求在台南设置这样子停车空间的可能性。
不管是摩天轮式还是其他立体停车场，市长强调，伫高铁台南特电区一定会超前部署，寻求甲台糖的用地合作，以节省土地甲人力的立体化停车场来努力。台南新闻阮吉林根采访报道。应用人口的发展，带动周边区域的房价直直起。为了照顾麻豆甲嘉义当地绿色住户的需求，经过地方向国土发展署争取，议员蔡诉酬金伫个总集船，就向乡亲报告，大北门第一座社会主体，特别设伫个嘉义区，而且要求市府爱做好停车以及托婴中心的规划。因为现况台南兴建的社会主体拢集中伫旧城区，不过议员蔡诉酬金表示，南区发展带动周边人口成长，房价嘛直直起，所以伫麻豆、嘉义拢兴建社会主体需求，所以伫总集船向乡亲报告大北门第一座社会主体就设伫嘉义的好消息，进一步要求市府做好停车以及托婴中心的规划来照顾弱势。咱即卖即个嘉义这个社会住宅啊，这个第那规划啊，即卖进度呢？谢谢议员的建议哈，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国路中心已经决标了，目前的话是预计114年动工，117年完工，有165户的社会住宅跟1区的托幼中心，非常感谢议员的建议。可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们能够到住局就是中心说，是不是把我们家里这个优先排在前面，可行吗？这样已经算相当快了。那3年呢？他起码现在决标，明年马上就动工，117年就会完工了。另外，同款因为南区的发展，照上下班时段，台19线西港顶大桥拢会严重塞车，所以议员认为乌桥中路兴建跨闸门溪大桥已经相当迫切。不过因为经费高达40亿，所以要求市府尽速上可行性评估，争取中央的支持。对此，干务局表示，11月中旬得上中央核定。台南新闻阮吉林根采访报道。桂林六甲路甲中正南路的路口附近，因为快速发展，大楼一直起，再加上是前往高铁连接关庙等重要的地段，所以塞车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议员郑嘉欣伫个总集船就要求市府爱跨局处来做检讨，一定爱伫个市场的人来彻底解决问题。为了桂林六甲路甲中正南路一段路口头停的交通塞车，议员郑嘉欣表示，因为调整交通号志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加上当地大楼陆续完工，人车增加，互该路段的车流量更加严重。除了要求交通局、干务局等跨局处来研究开辟替代道路，或是拓宽道路方案，嘛具体建议拍通六甲路201项连接凯旋路之站，认为是上可行的办法，希望伫市长任内完成。这个6甲路规也做狭窄，根本也不可能有人行道啊，那这个怎么解决？问题是现在是很主席咱要解决的。那当然，你如果说我是建议说，目前唯一的可能有法度就是打通6甲路201项衔接出去都要是凯旋路，所以希望我们公务局、交通局、跨局处，你们一定要很用心精简。那局长，你讲我们已经规划完了，然后那大概要多久？明天会做审查会审查完，然后修正完了以后，我会跟地方召开一个相互的沟通的一个相关的。有没有可能在市长任内完成？这行，因为你也知道说，现在目前整个高铁特定区，第二，今嘛发展发展都在归仁高铁特定区。问题是这里6甲路是直接要接往我们高铁区，你几家的一定他家有没有从归仁圆环过来，从仁德工业区那边过来，都一定会经过这个6甲路。你这个路口没有解决，
永远都是地方的痛。另外，议员嘛针对台南的公车徛牌甲候车亭，因为每一个时期兴建的款式拢无同款，特别有一寡伫较偏僻的区域，徛牌拢已经老旧，除了建议交通局换新，买有完善的辅助功能，进行通盘检讨，以提供公车族友善的坐车环境。咱的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近年来 ，AI 的技术已经成为科技的新浪潮，所以安怎将 AI 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非常的重要。由立委林俊宪服务处甲昆山科技大学做伙合办的青年 AI 体验营，立委林俊宪就到场，和青年学生分享 AI 技术的发展甲应用的心得，鼓励大家爱赶上这个科技的趋势。才会当伫未来有无限发展的可能。由立委林俊宪服务处甲昆山科技大学合办青年 AI 体验营，17号下午将连续2礼拜伫个昆山科技大学来举办。第一天邀请到校外知名的讲师，有导演林思翰，甲着艺术总监周炳轩来担任讲师，希望对学生有所帮助。这次主要有2位校外的讲师，然后有1位是校内的讲师哈。那校外这边包括这个林思翰老师，那其实他本身在北部就已经把这个 AI 导入设计，然后做了非常多的专案。好，那其实这个成绩也非常亮眼。那甚至在台北的这个大专院校，其实都有聘他做这个客座的教授。那另外1位这个周炳轩老师，那他也是一个跨域的设计师。好，然后这个 AI 的部分导入他专业上也用了很多年。那尤其在大概在近年，他跟蔡健雅的这个演唱会的合作，那其实都有目共睹。好，所以我们也借此呢，让这些国际的这些大师能够亲身的到学校来，跟学生能够做最亲近的一个接触，好，跟这个传授。伫第一天的开幕式，包括立委林俊宪、议员黄兆辉嘛拢亲自到场，为青年学生来勉励。面对 AI 的浪潮，不管是未来应用甲执行，充分甲学生来交换意见，并且学习。说现在是一个超级电脑的时代，也就是说，为了在 AI 的国家基础建设，政府会大力的发展和投资。那第二个就是在法制面。制度面，好，那我身为一位立法委员，好，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国家创立一个完善的一个环境，哦，所谓的在法制化，现在产业的进步比法律比立法者的思维还要快，那昨天这一点也是总统所勉励我们。那我们这一次的 AI 青年营非常难得。我们昆山大学为在场的每一位我想对 AI 有兴趣想要强化精进自己的各位应该有很多同学年轻朋友安排了非常精彩的课程，而且我们2位讲师都是在那种视觉设计上这个非常卓有，可以说在技术上他们有非常厉害的一种创作。都可以看到，这个可能会比科幻电影还要精彩刺激的。那我们可以亲自的看到 AI 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会中除了强调 AI 的重要性，甲着未来的发展趋势，立委嘛鼓励学生应该赶上这波的科技趋势，未来才会有无限的发展可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市政府甲商业发展研究院21号正式签署农业合作意向书，
希望透过强强联手，将台南优质的农特产升级为高品质、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农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台南是台湾主要农业产区之一，以112年来讲，台南市的农业产值为654亿。为将台南农业升级，台南市政府自解放以来，积极调整农产行销策略，除了顾好国内市场，也放眼海外。市长王伟霆更是时常带队出国并外销。这次甲上恩义强强联手，共同签署农业合作意向书。希望透过商业院的专业，将台南优质农产再升级，行销全球。在疫情之后，我们这几年来努力已经开始出现开花结果的现象之外，那我们很多好的台南优质农特产品要前进国外市场，事实上还需要更专业的人。因此呢，我们特别的跟商业发展研究院来签订 MOU， 为的是希望借重商业发展研究院他们的一个很好的行销经验，已经很好的这个对于国际市场不同国家的不同认知能够协助我们好的台湾最好的农特产品，就是在台南不管是鲜果，不管是加工品，不管是冷冻食品，都能有机会去世界其他的国家扣关。上恩义副议长张黄珍表示，台南市是农业重镇，也是美食的故乡。伊家己更是台南的查某囝，绝对义无反顾，帮助家乡农业发展甲行销。商业院能不能运用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来帮忙台南市政府来帮忙台南市的产业那我当然要一口答应，为什么？因为我是台南的女儿，对不对？我也出生在台南，所以义无反顾，一定要做这个事情。那我们也很高兴，就是将我们商业院在6、7年以来，来协助我们台湾的相关的农产品跟加工食品，出口到11个国家的经验，那又不同的打战的一个策略跟战略，能够将台湾很不容易，这个我们最好的食品商品到那11个国家去。台南农产今年已经行销到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纽西兰甲荷兰等7国。市府农业局将持续努力，听取各方的建议，辅导农民、农会以及农产企业生产出更加符合国际需求的产品，并媒合国际通路，让台南的农产品在国际上发光发热。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中华民国童军台南区20号举办世界童军空中童年大会活动，地点选伫南大附中，吸引大约600位的师生甲童军学员参与。活动当中，中华民国业余无线电促进会台南分会，嘛甲童子军来分享无线电伫全民防灾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回答请讲。目前避难所内大约有550人，所有人员平安，但公用设备。若是发生重大灾难事件，通讯甲交通系统全面中断，这个时阵无线电就让达到正好救灾事宜沟通协调。为何童军小朋友嘛会当掌握无线电这项技术？中华民国无线电促进会南部分会特别规划了相关课程，让小童军亲近体验。下去就是画画，然后是电源开关在这边，这是主旋钮，调整它的频率，然后按下去就会画画。在灾难应变的时候，不用录手机没有办法，可以使用无线电通过联系。有学到东西吗？有学到很多。全国各地都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源给各地的童军，然后举办这样全世界的童军空中大会。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小孩子可以透过这个跟国际上的一些联系，认识到整个无线电的这个传播的一些状况那可以运用在各个方面。业无线电用救灾的这个方向来跟我们的童子军做交流，希望他们可以在有灾难来临的时候，知道如何去应变，这是我们主要的这次主题。我们在设计这些活动的时候，希望透过这个游戏的方式，让所有的小朋友能够有正确的无线电的观念以外，同时也去理解无线电不只是讲话的工具，它能够替我们做到许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够有
发挥这种救助的能力的一种工具。民进党这个会台南办公室执行长蔡宏全也参与了防灾演练，强调无线电通讯在灾难发生时的重要性，让他们怎么去操作那个无线电的通讯。那在这个灾难或是地震的时候，他们可以派上非常重要的工作哈，那可以来协助一个通讯。内外的一个联讯的一个通讯，那所以今天非常的这个很不容易哦哈，而且这一次的一个通讯是在同个时间，大家就是定今天那个不是只有台南的而已，各县市的通讯都是同这一天哈，这个时刻一起通讯。台南基会长陈庆生强调，教育力量无法度取代，透过无线电，不仅会当传播技术，更会当有效推广文化，进一步互无同国家甲地区的童军，伫跨国同联中建立起文化桥梁。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国道8号台南段因为车流量真大，加上爱停车阳灯，所以常常塞车。台南市政府去年已经争取经费来进行南133段的路口立体化工程。立委林俊宪邀即交通部长陈世凯现场会勘，争取国道8号甲第17线以及北面路口立体化现设工程。交通部长表示，由市府提报可行性评估以后，会专案来做处理。国道8号伫当初规划时阵，因为地方要求部分路面下降，甲北面道路交汇，设置交通号志，成为全台罕见要停挡红车顶的快速道路。随着人口分区发展，加上沿线未少工业区，车流量多，常常会塞车。立委林俊宪邀致交通部长陈世凯会勘，争取国道8号以及第17线甲北面路口立体化工程。国道8号现在我们希望能够进到安南区以后，把它延长拉到立体化延长拉到台江大道。也就是说从台江大道开始，国道8号应该就是要高架，那可以一直接到国道1，甚至到最后到新化。目前国道8号安定路段立体化工程已经得到中央核定，预计明年会当发包。后续安南段的部分嘛要延伸到台港大道，根据市府可行性评估，第17架线到安定路立体化，会当消除沿线到位北面路口交汇，减少停等红车顶的时间甲塞车。计划分2个阶段，总经费大约76亿，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各单位各有管辖啦，所以地方政府麻烦你们把可行性研究的那个送上来。国道8号以及第17线甲北面路口立体化了后，将提供便利的交通，有效促进科技产业以及观光发展。交通部原则上会支持。台南市民所会采访报道。秋冬季节一向是会考上界欠货时阵，台南华裔扶轮社联合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校友会，20号伫小东管会室举办管会活动，结合扶轮社社员的力量，邀请真侪爱心的企业赞助，将管会活动办甲好亲像是一场嘉年华会同款。去年8月才打成立的台南华裔扶轮社，希望透过扶轮社友以及中华医大校友的成立，共同回馈社会。有见最近会考欠货严重，特别结合了社友企业发育堂中药房、济州豆腐锅、宝康生医、新世代社会福利关怀协会等爱心单位，共同募集救命烈火。我们台南华裔扶轮社我们杰西卡社长带领着我们华裔社全体的社员还有保眷一起为我们大台南地区的这个捐血付出行动。当然，捐血是我们扶轮社1年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社区服务了。还有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华裔扶轮社为我们这个小东地区还有大台南的这个捐血全力动员。延续去年举办关会活动的欢乐，这次同款邀请真侪美食单位现场服务，互来遮关会朋友印象深刻。捐血活动有感觉办的好像园游会这种感觉，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如果捐完之后还可以补充一下体力这样子，对，很用心在举办。
今天捐了多少钱？250。250。对。那去年办了第1场捐血嘉年华之后呢，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引起很大的回响。所以呢，我们决定每年都需要办这个捐血活动，因为捐血活动的话，在扶轮社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服务。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那我相信呢，这是大家都很愿意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华医社就秉持着爱分享的这一种传统，我们把捐血呢办得像嘉年华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多的除了有朋友赞助很多的伴手礼之外呢，我们还有现场有一些吃喝玩乐，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交朋友。每一次社会上有需要帮助所在，时常拢会当看到扶轮社友的身影。国际扶轮3470地区总监林根贤也特别到场支持。透过真侪爱心厂商的加入，互关怀活动变了参像一场小型的嘉年华同款，就是希望会当吸引到更侪过路民众的目光，布置到更侪救命烈火。华医有爱，热血成长。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南市吧全面趣味路跑闹热登场，分做吉祥物甲万圣节装扮两组，有将近5000人参赛。这个重点是甲毛毛虫卡波合作，提出联名完赛礼品。不过，受民众欢迎，并无摕到卡波的锁匙圈仔甲奖牌。未少人就到体育局的粉专来留言，市府嘛紧急回应，因为厂商准备的物件无够，已经要求爱保护侪。参赛者只要去登记，拢会补价。3、2、1，起手！鸣枪起跑，号称最猛的台南400趣味路跑热闹登场，不止毛毛虫卡波来到现场，市长黄伟哲也来帮跑者加油打气。路跑是跑出健康，跑出趣味，大家很开心。这个不是马拉松的竞赛，这次分为3.5公里的半装组和8.8公里的吉祥物组，加起来总共4000多人参加。有人扮成石目鱼，或是千寻少女、电影人物小丑，甚至还穿着高跟鞋化身动漫人物。这是圣斗士星矢的那个初代星矢，这样比较符合那个角色形象。跑者们精心打扮，吸引大众目光。另外还有多达8项与卡波联名的完赛礼。但却有民众发现没拿到钥匙圈和奖牌，连衣服的设计也有问题，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为了卡波而来，原本的图案设计比较好看啊，这次的 logo 图有点太小了。体育局回应，衣服设计有先在网络上进行投票，美感也是个人所好。至于物资的部分，若跑者有缺，都可以来登记，一律都会补给。有参加民众认为，是否可以多办这种联名活动，与年轻人多多交流，但爆出争议，希望下次能改进。记者孙怀谈的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